一对在东突厥散生活了10多年的加拿大夫妇，最近向外界描述了他们见证的维吾尔人遭到中国政府破坏的过程。这对夫妇通过自己的观察，称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打压非常有条不紊。加里·戴克和妻子安德利亚·戴克近日接受了法新社的采访，他们告诉法新社：“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开始发生，知道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限制越来越多，每星期都有新规定或新的进展。”戴克夫妇接受亚洲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，2007年到东突厥散。安德里亚星期五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家中告诉法新社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在那里的生活，很喜欢和维吾尔人在一起，被他们接受，融入他们的文化。他说，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。安德利亚说，在一个显眼的市场里，我看到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不允许说维吾尔语。2016年，随着打击行动的加强，这对夫妇说，他们开始注意到警察人数在增加，美国主要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，到处都安装了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。戴克夫妇2018年离开东突厥散，回到加拿大，当时签证规则收紧后，大批外国人离开了该地区。加里说，限制太多，我们感觉生活在一座巨大的监狱里。他说，而且我们在那里似乎成了周围维吾尔人的负担，那些认识他们的人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被关进拘留营，而认识他们可能就是原因之一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4月24日通过声明表示，南中海的紧张局势，包括最近中国大型船只在牛耳角的存在，危及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他表示，欧盟致力于根据国际法维护印太开放自由的海上航线，反对任何破坏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的单边行动，并提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。欧盟呼吁各造根据国际和平化解纷争，并强调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底已就南海争议作出支持菲律宾的仲裁。即中国宣称对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此一主张并无法律基础，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。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说，从这个保守冲突蹂躏的国家完全撤军的进程已经开始。科斯特米勒将军星期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对当地记者说，根据他收到的命令，他的所有部队现在正准备撤出。在米勒发表上述讲话的大约2周前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，在911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20周年纪念日之前，撤出最后剩下的3000名左右美军。亚美尼亚总理帕辛尼扬25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。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今天宣布辞职，但仍担任看守内阁领导人。他的做法为6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既定基础，希望能平息拖延已久的政治危机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2020年9月27日在内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。帕辛尼扬自去年11月与亚塞拜然签署由俄罗斯达成的和平协议以来，一直面临要他下台的呼声。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25日报道，24日晚发生在首都巴格达一家新冠定点医院的火灾事故，已造成82人死亡，另有110人受伤，许多伤者伤势严重。目击者和当局周日说，在伊拉克巴格达一家新冠定点医院，煤气罐爆炸引起的大火夺走了至少82人的生命，并迫使一些人从窗户跳出燃烧的建筑物。内政部发言人说，有大约110人受伤，多数伤亡者是病人。